南区中历史的求祭典礼由担市长吴伟霆向革命历史上香进行3献礼。虽然配合防疫管制，规模有较小，不过担市又愿意上届虔诚的心，感念历史为国家牺牲奉献。全程由宪兵队协助仪式进行，场面庄严肃穆。淡市中历史奉祀者主要就是因为公务过身，并且有重大忠贞事迹值得表扬的军警消人员，伫每当春秋两季，透过祭典，互各界敬仰孝念。会后市长嘛感谢历史的遗族前来参与祭典，而目前共访伫南区中历史的历史摆位总共301名。今日新闻军事采访报道。